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我教大家合拍舞图，好好来运动，下就好好来跳舞，本大家保持好的身材。接下来下就要学习体操动作。同样，下就上一拜的课程没有学过，不过下就再复习一拜。下就脚往前踏，踏一步之后往上跳，2、3、4，再一拜哦，准备。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同样5加6加是同样的动作，不过下就越来越熟练。再一摆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新的动作是往旁边滑步，有一些些的变化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后退一点点，再一摆哦。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。预备，
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俺就要从搭数来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不过，俺就2、2、3、4的时候是滑步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时候往后退4步，5、6、7、8。俺的脚要抬起来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 4步，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滑步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后往后退的时候，有一些的往上跳起来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拿下去跳起来。1、2、3、4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。接下来，俺就从滑步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俺就从搭数来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。5、6、7、8的时候呢，数要站起来。俺就先学习滑步的数。俺就滑步的时候，同样数打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时候，很太夹向下来跳舞的感觉。5、6、7、8。准备哦，再来一道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从搭数来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。5、6、7、8的时候，唔是跳太步，同样一丝丝的往后、往后、往后、往后。然后就也唔是跳很高，轻轻的往上跳。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不过呢，人家就会大腿同样要抬起来，因为呢，人家就抬起来的时候，肚子将会出力。鼓手，人家就弹起来的时候，肚子顺下出力。1、2、3、4。从侧面来看，人家就往后的时候，有一些些的身体向前倾。1、2、3、4。看清楚来哦，你偏上同样1、2、3、4，安尼将会站得稳哦。再来一道，准备咯，从滑步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一样，同样从滑步开始，预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然后就要从第一只动作开始，从搭数开始，预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
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要注意一只踢只动作的时候，下就脚趾头要放松往下蹲，按你张弹的起来。鼓手是按的1、2、3、4，就看清楚冇？大腿要出力，1、2、3、4，下来张是5加6加7、8。下那数同样要从后面往前，从后面往前。鼓手下就要从搭数的动作再来练习100。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100哦，下就要加快速度来念拍子。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要注意一个地方，往后退的时候呢，脚目开开的，脚要夹起来。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下就要脚做唔得跳开，跳开会唔好看。鼓手下就要夹起来。1、2、3、4，大家有看清楚冇？下就要再100，准备哦，从搭数来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下就要拼乐来试看呢，准备咯。5、6、7、8。再来100哦，准备，搭数哦，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来100哦，调整呼吸，加油哦，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，再2遍，准备咯，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，最后100，准备咯，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，大家调整一下呼吸，下就要学习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下就要向下来跳黑爬舞蹈，接下来下就要来练习前面动作。脚先打开来，下就要脚要往旁边踏一步，踏一步的时候呢，是往前伸，外在前的往前伸。稳片上同样是外在前的往前伸。再边哦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，再来100。1、2、3、4，稳片上1、2、3、4，再来1、2、3、4。下就1、2、3、4的时候，身体要加一些些的 wave 就是你的身体会转过去的感觉。再一遍哦，准备哦，1、2、3、4，稳一片，1、2、3、4。下就1的时候，脚向下踏一步，1、2、3、4，稳片上1、2、3、4。再100哦，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，下就慢动作来。做wave的时候，先从头拿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有一个通转过去的感觉。接下来下就会胸会往前推，往前推的时候，继续往上拉起来。拉起来的时候，接下来肚子继续往上，轻轻肚子竖起来，是不？
往后翘。再一遍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半片撒空用，1、2、3、4。再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肚子会数哦，半片撒，1、2、3、4，加上眼泪数往前钻出去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一個動作咧，我哋練習多擺一些咧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再來，我哋會來練習。胸用側面一點點，胸口往上提，提起來之後收回來，下來彎思維，7、8，再來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，再一擺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胸口先，1、2思維3、4，半片撒胸用哦，1、2、3、4，思維要往後翹哦。再來一擺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鼓手我哋要從尾部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我並腳，5、6、7、8，半片撒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。再一擺，準備咯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，我哋要從尾部開始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記得咯，翹屁股的時候，屁股胸用愛夾好來。3、4的時候只有一絲絲咧，3、4唔是種咯動態。再來一擺哦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7、8的時候，腳趾頭伸直，再轉來。鼓手係5、6、7、8，再來一擺哦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，輕輕一隻動作，人家就會叫我打開來，胸用。前面的課程沒有學過，5、6、7、8到前頭，再來一擺哦。從尾部開始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大家有夾起來嘛？再來一擺哦，準備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。接下來，我哋就會複習上一擺嘅課程，準備咯，慢動作來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咯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
5加6加7 8 2 2 3 4 5 6 7尾符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5 2 3 4，非常好，我哋要加快速度了100，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，1 2 3 4 5加6加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5 2 3 4，非常好，再来100哦，保持呼吸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 2 3 4 5加6加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5 2 3 4，非常好。我哋要撒下來，我配音樂來練習100，準備咯。預備，5 6開始。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，非常好，再來100哦。5 6開始。非常好，再來100哦，要站起來嘛，加油咯！5 6開始。非常好，最後100哦，加油咯！準備，5 6開始。非常好，我哋要好好來運動，陪大家跳舞，保持好嘅身材。今日我哋嘅課程就到這裡哦，希望大家按住先。